喺我嘅神父嘅牧民工作裏邊咧，聖母咧唔會缺乏喺我嘅位置之中。聖母德敘禱文亦都稱為洛雷托禱文，具有深厚嘅歷史同信仰意義。每一個稱號顯示聖母喺主嘅救贖計劃入邊所扮演嘅獨特角色。聖母嘅生活作為我哋嘅榜樣，鼓勵大家追求德行。佢嘅愛同埋關懷令佢成為我哋嘅庇護者。聖母德敘禱文唔單止係對聖母嘅讚美，亦都係對天主至真、至善、至美嘅讚揚。透過對54句短句嘅默想，我哋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聖母嘅形象，並喺日常生活中尋求佢嘅教導同埋援助。馮志豪神父孝愛聖母，常常到聖母朝聖地朝聖。究竟聖母係點樣喺生活中成為佢嘅模範？我喺樹服務啦嚇，咁咧成日出入咧都會經過呢個聖母像嘅。我出去嘅時候得到聖母嘅祝福啦，然後我翻嚟又得到聖母嘅代禱平安翻嚟嚇。咁所以咧，我對於聖母唔會去缺乏咗佢嘅位置嘅。咁諗翻起聖母咧，我諗翻起我小學嘅時候咧，我讀天主教學校，可能係聖母月啊定咩啦嚇，朝朝咧都要集一齊咧念玫瑰經嘅。咁我嗰時咧覺得好悶嘅，企喺度罰企又要念咁耐經咁樣嘅。到我去青年嘅年代咧，對於聖母咧都係唔係話太注意嘅，直至到我入修院啦，喺修院裏邊咧。咁修院有個球場，球場側跟咧就有個聖母岩，就係路德聖母。咁我哋食完飯之後咧，就會大家一齊咧就喺嗰度咧圍繞住呢個球場行啦。喺行嘅裏邊咧就念玫瑰經嘅。喺呢個念玫瑰經嘅裏邊咧，使我咧更加咧覺得聖母為我哋嘅代禱啦。喺我嘅哲學同埋神學啦，嗰啲好抽象嘅一啲嘢嚟嘅，加埋喺聖修院嘅訓練啦咁咧我都得到咧聖母嘅祝福代禱嘅。喺我嘅祈禱嘅默禱裏邊咧，聖母咧都會佔咗我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嘅。譬如聖依納爵神操啦，其實去到最尾咧，最尾嗰站咧就係同聖母一齊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我對於聖母嘅呢一個祝福咧，係感覺得好強嘅。到我出嚟服務堂區啦，咁我會做堂區嘅聖母軍嘅神師啦。每個星期都會念玫瑰經開會，然後跟住佢哋以聖母嘅精神啦去服務啦，我覺得係好有意思、好有意義嘅。咁喺我牧民工作裏邊啦，特別去到喪禮啦、棺木進入火化爐之前咧，我都要邀請咧善別組同我一齊咧念聖母經嘅，因為聖母經嘅裏邊咧就係在我哋臨終時為我哋祈求天主係最適合嘅一個經文嚟嘅。咁所以喺我嘅神父嘅牧民工作裏邊咧，聖母咧都唔會缺乏喺我嘅位置之中。咁另外咧，我會去過朝聖啦，去過路德啦，好幾次添啦，浸聖水啦，同埋去過花地瑪啦，咁喺呢啲嘅裏邊咧，都有一個大群眾嗰啲人咧做聖母出遊嘅。呢種聖母嘅出遊嘅呢種群體嘅感覺祈禱咧，都加強我對聖母嘅孝愛嘅。咁喺呢啲嘅經驗嘅裏邊咧，我會覺得咧聖母咧係陪伴我一齊啦，為我代禱啦，使我學習聖母佢嘅信德啦，同埋咧佢唔知道嗰啲嘢都默存心中，反覆思索啦，過一個簡樸嘅生活啦，一份希望嘅生活啦。咁所以咧，聖母呢種嘅精神咧喺我嘅祈禱裏邊咧係唔會去缺少嘅。咁我每一日咧都會去祈禱嘅。我6點鐘起身㗎啦。我哋呢度咧就7點半彌撒，所以咧喺我梳洗完之後咧，我就會咧用靜默嘅時間咧，大約半個鐘到咧，我就對住依幅聖母像咧，特別係我注意聖母咧係佢對眼。咁譬如你如果去過耶路撒冷啦咁嗰度有個納匝肋，納匝肋裏邊有個聖母領報堂，聖母領報堂嗰度好多唔同國家民族嘅聖母像。
我特別咧去注意聖母嗰對眼。對於聖母嗰對眼咧，我會醒起咧墨西哥嘅 Our Lady of Guadalupe 嗰個聖母像嗰個對眼向下望咧，對我同佢嘅眼相撞咧，我覺得好有感觸、好有感動嘅，使到我咧好雀躍，同埋咧充滿一份希望喺度嘅，咁所以咧聖母咧為我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天主教會喺聖母得罪禱文入邊強調呼求聖母嘅名號。呢個禱文起源於洛雷托聖家朝聖地，隨住歷史嘅演變，好多教宗喺唔同時刻添加咗新嘅名號。而家由馮志豪神父帶領我哋誦念聖母得罪禱文。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聖瑪利亞，請為我們祈禱；天主聖母，請為我們祈禱；童身之聖童身者，請為我們祈禱；基督之母，請為我們祈禱；教會之母，請為我們祈禱；慈悲之母，請為我們祈禱；天主寵愛之母，請為我們祈禱；望德之母，請為我們祈禱；至潔之母，請為我們祈禱；至貞之母，請為我們祈禱；無損之母，請為我們祈禱；無舔之母，請為我們祈禱；可愛之母，請為我們祈禱；可奇之母，請為我們祈禱；善道之母，請為我們祈禱；造物者之母，請為我們祈禱；救世者之母，請為我們祈禱；極智者貞女，請為我們祈禱；可敬者貞女，請為我們祈禱；可頌者貞女，請為我們祈禱；大能者貞女，請為我們祈禱；寬仁者貞女，請為我們祈禱；大忠者貞女，請為我們祈禱；以德之鏡，請為我們祈禱；上智之助，請為我們祈禱；吾樂之源，請為我們祈禱；聖神之殿，請為我們祈禱；永遠榮光之聖所，請為我們祈禱；天主之神聖居所，請為我們祈禱；如燕玫瑰，請為我們祈禱；達美滴流，請為我們祈禱；象牙寶塔，請為我們祈禱；神聖之殿，請為我們祈禱；結約之櫃，請為我們祈禱；上天之門，請為我們祈禱；曉明之星，請為我們祈禱；病人之泉，請為我們祈禱；罪人之托，請為我們祈禱；移民之威，請為我們祈禱；憂苦之威，請為我們祈禱；進教之佑，請為我們祈禱；諸天使之後，請為我們祈禱；諸聖祖之後，請為我們祈禱；諸先知之後，請為我們祈禱；諸宗徒之後，請為我們祈禱；諸殉道者之後，請為我們祈禱；諸精修者之後，請為我們祈禱；諸童貞者之後，請為我們祈禱；諸聖人之後，請為我們祈禱；始胎無玷之後，請為我們祈禱；蒙召升天之後，請為我們祈禱；回歸之後，請為我們祈禱；家庭之後，請為我們祈禱；和平之後，請為我們祈禱；除免世罪天主羔羊，求你寬恕我們；除免世罪天主羔羊，求你俯聽我們；除免世罪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天主聖母，請為我們祈禱，以使我們堪當承受基督所許的恩寵。請大家祈禱，主天主
求你賜我哋藉着聖母的代禱，恩賜我哋身體和靈魂的健康，並從今世的憂傷和凶惡中拯救我們，引導我們獲得永恆的喜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聖母得罪禱文並非僅僅重複名稱，而係引導我哋仿效聖母嘅德行。由聖母領報帶嚟3個核心信息：第一，充滿恩寵，上主與你同在。聖母以無瑕之身回應天主。第二，懷孕生子，誕生天主子，佢完全信賴同埋信服天主嘅旨意。第三，喺天主前冇不能嘅事，呼喚我哋對天主嘅無限信靠。我哋應該互相提醒，每次誦念聖母經嘅時候，都喺度默想救恩嘅奧蹟，悔改同補贖精神不能缺少。我哋每日都可以為世界、為罪人作補贖，效法耶穌同聖母，以愛心回應天主嘅救贖計劃。